你要引领这真济登去故乡，还是出去佚佗的人潮呢？各大交通工具拢总有加班，包括高铁加开205班，这个台铁呢252班车。像这个平湖、金门、马祖航线嘛1634架次。上个特别是啥物？应该就是为台湾登去金门陪望祭祖的民众，县政府大手笔包准哦，提供每一人只要500块一拽船票，比飞人机票足足会使省1500块。也毋过呢，航行爱9点钟，伫海上航行加上站的，台湾海峡这个风险有够大，有300几位人客拢幸存。在300多位旅客金门快轮停靠伫辽罗湾的码头，金门县长发送早顿和清明假期，坐船回乡扫墓的乡亲，但真侪旅客落船了后拢真忝。昨天算风浪大吗？刚开始很大，哦，小孩子有吓到吗？还是还好？吐啊，很晕哦，很晕哦，吐得要命啊，吐得要命。你有吐哦？有啊。坐船9点外钟，台湾海峡上大阵风是8级，海涌3公尺悬，真侪旅客是幸存个吐，但是嘛有旅客肯定县政府的包准服务。因为那个船票稍微比较便宜啊，成本比较低。它提供了一个比较相对低廉的交通成本，正常的票价只需要500块，那么我们对于中低收入户的朋友们，还只有300块。金门县政府包准了后，台湾到金门单程的船票只500块，比每一张2000块的机票呢是足足省1500块，而且旅客上岸了后，还阁有免费专车接送。清明疏运成功。